纸粘土在手里揉捏成型。指导老师黄雅琴寓教于乐，感受珍贵的赤子心。大人太多东西经过思考去做出来的，那他们是我喜欢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发挥多彩多姿的想象力，玩粘土就像变魔术，随手可得的器具有着意想不到的功效。洗锅刷子拍一拍，像是下雪一般。玩粘土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玩土一样嘛。那我觉得从当中你自己去找出玩土的乐趣，我觉得那会比较好玩。只是不弄得脏兮兮的这样。对，不像我们以前泥巴是一样的。对，以前泥巴会玩的全身都脏。一张张小脸蛋，神情专注。谁说年纪小很难有定性？讨论发想，孩子的创意总让大人惊奇无比。啊，做了一个机器人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像不像我们看到手工饼干？很像吧？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口味？不知道。对待粘土的方式反映内心世界，属于童真的快乐。透过纸粘土，简单却丰富。亮暗灯影下啊，亚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亚暗灯影下，亚暗灯影下，就是这很得人疼惜的意思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亚暗灯影下，亚暗灯影下。